得啊得，唔得啊翻順德。今日有個大師要教我講順德話，我講廣州粵語嘅啲人名，你講順德粵語嚟。劉德華、劉德華、陳奕迅、陳奕迅、陳百祥。陳長比較低音㗎。我試一試啊，陳百祥。你原來將廣州話嘅低音嘅嗰個字咧，即係提到中音就啱啦。仲有邊啲喺語音上嘅一啲規律性嘅變化咧？有冇？聲母咧就比如講咧，送氣同唔送氣嘅嗰啲音咧，就往往係有啲唔同嘅。啊，比如講頭咧，廣州話係送氣嘅，頭。但係咧我順德話咧就鬥。啊，呢個鬥，鬥爭嘅鬥。鬥。比如講咧就倒噴咁左，倒屎咁早。冇錯啦。噴就係瞓。哦。廣州話嘅 E 音喺順德話咧就好多係讀 U 音嘅。老師，順德話叫老書。資本主義，順德話叫資本主義。淋花咧，泥蛙，泥蛙，淋水就叫泥啊，即係淋嚟淋去咁就泥嚟泥去。順德話係咪有個 hell？ 食咗飯未啊？食 hell 飯未啊？食 hell 飯啊！食咗飯啦，咁啊食 hell 啦。咁其實你個 hell 咧，舊時嘅嗰個廣州話嘅嗰啲書啊，其實佢都有嘅。我都睇過啊，即係當時網上有啲係清朝嗰陣嗰啲記載粵語口語嘅嗰啲書啊嘛。咁我想咧，原因可能就係廣州話嘅以前嘅形態係順德話保留得比較好。對於推廣或者傳播傳承粵語啦，即係包括廣州話、順德話啦，有冇咩建議咧？就起碼要識聽，你喺本地嘅就要識聽。比如講，我哋呢個部門，我哋係為群眾服務，打開嗰個窗口，接受群眾嚟呢個查檔。咁但係嗰啲群眾嚟查檔就用嘅係用當地嘅語言，用廣州話、用順德話，你聽唔懂嘅時候，咁你點為人民服務咧？係，所以就你一定係要學。